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讲一站三国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、解说、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你讲一泡三国长落落，搁请甲你报告。你顶站若听无到，即站免碍叫。我会讲，互伊有段有落，有头有尾。咱来讲，讲东吴建安15年新春五侯孙权府外，咱敢若徛伫咧大门边听，就听到府内一个人大声咧喊话。我讲，我酒醉五江山啊！即句俗语咱拢知，就是咧讲酒醉的时阵，本地暗算好要做的工课。有当着的五担，有当着的四角叉。原来有人讲酒醉五大师，啥物人咧话？正正就是孙权五侯。因为在孙权咧想，阮小妹嫁老毕，我用上介好的洋酒开咧请老毕啉，我予伊享受荣华富贵、登台楼阁，去甲遮尔富丽堂皇。关羽、张飞、诸葛亮、赵子龙伊遐兄弟，老毕早就置之度外咯。在我咧想吼，要讨回荆州，今早晚啦，高枕无忧咯。我是亲像倒顶年柑共款啦。毋则讲建安15年新春，大宴君臣，孙权心头欢喜，啉酒一个过量，敢若伊咧醉呢，文武百官咧醉呢，老毕因翁仔某是无醉呢。老毕接到消息调魂来甲讲，讲曹操兵临城下，将去求因某讲，你甲我做伙走。两个想一个理由，讲伫江边拜坛要祭拜老家的祖先，有啊。新年是这本来就要拜一个祖先啊，孙权也无提防啊。两个到江边，甲调魂，甲随驾500名的军士会合尔，上船赶紧要脱走呢。结果孙权啉酒醉，啥人敢甲叫？一个醉到半暝，醉到过当天正月初25更早朝，军士才来到伊的身躯边禀报。讲老和尚甲咱孙郡主早就已经离开城内咯，毋才造成孙权五侯大声咧喊话，迄句讲我酒醉五江山，是讲老毕这个人都无胆，有才调窜出东吴南池城，要倒转去到因西蜀路头，还佫真远咧，所以心肝头还佫真纯，还佫真胆，来有诗为证。讲一山过了又一岭，老毕胆寒心头惊。想咱敢无双条命，面前山过插松城。下过也未过，请听下回分解。